哎呦，干什么？拖地呀、你不要往这样爬。你记得上一次下雨阿姨是怎么踢牌的吗？只拍了进去。最，那我的打你的牌了。来，蕊蕊。哇，我觉得这个谁真的是老婆迷吧？3条朋友圈，这一下子就都是老婆。你看，人他妈的口红又没，就总是放不好，又一只奥迪被糟蹋了。然后是日常拍马小美，哎呦喂啊！就那种各种啊，谁啊？就是马欣欣她老公哦。你看这样子发球也行嘛，对不对？这打的球是不是很好些？就是上来。你看这种啊，就是拍他女儿，就是什么随时随地能交朋友，看到路过的小姐姐就招呼过来一起骑木马，马上就变成好朋友了，真的跟他妈一模一样的性格，就那种各种啊，稳定器，他感觉自己导出下去要学开飞机了。啊，你看这个又跟老婆有关了。这样把方向调整就可以了。这是我同学，就我学长。不要套头啊！人像8518。哎呦喂！还有索尼的，什么？老婆还给我买了索尼什么什么，无以为报。我现在拍摄视频相片全是索尼大法，他们用的是索尼。其实我们那2个相机是什么型号的？一个是尼康，一个是佳能。其实索尼在相机里面不是主流哎。佳能拍人像会好一点吗？佳能的颜色会鲜艳一点，然后我看到好尼康是什么？我觉得很神奇。湖南的摄影师这种帮派啊，就这种组织啊，都喜欢用佳能，但是广东都喜欢用尼康，所以就不明白。还会这样子？对，而且我最近就是逛 B 站的时候知道了一个新词，叫老法师。老法师就是他们喊那些就是老人家拿着相机到处拍的，喊人家老法师。我简直了。你还有力气吗，瑞瑞？没了。没有了。轮到谁了？要不要休息啊？好了，实在你们都要休息，我就上去了。你们这都要休息了。我今天不想洗澡。哎呦！你看这刘远远跟我打压力好大，总是跟我打合理球。你看你好厉害嘞！动不动还要绝杀螃蟹的。哦，你看，原来这个人很会打嘞，他还是很会打，你看，哦哟，看你看。他明明很会打。他很厉害好不好？你看就是打过的。就是这几天跟他打过啊。其实你知道我以前为什么会买那个拍子吗？就是因为我打羽毛球被嫌弃，然后就买了一套像样的拍子。就算不会打，起码有自己拍子的人。哎呦！这看白眼一瞬间，还是给你打过来。这个球员出现了。对，出现了，想想。哎，你这裁判呢？